現場，岩石會爆，你也學會嗎？或一聲不發，似是個笨蛋，而前面有我，算默契嗎？大膽識穿你眼神，如飄逸的想法，暴躁令你亂咬牙，期待令你眨眼。如果必須修飾嘴邊的想法，讓你太孤獨。如果必須精一心的支持，如果溝通似心理學，想解釋心中洶湧的感覺，未夠受情緒把很多，但你擁有明白大笨蛋的我，情緒。